这是我们跟荷兰在台办事处以及文化部、台北书展基金会以及荷兰建筑事务所 MVRDV 共同合作的一个展览。那这个展览原本是在台北书展，然后有一个荷兰主题国展。那这也是台北书展的这个展览第一次移师到这个其他县市来做展出。自从1624年这个荷兰人到台南建立了这个热兰遮堡以来，那让台湾正式的迈入国际贸易的一个版图。那所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一年。所以今年台北书展也特别将荷兰定为一个主题国。策展的一个理念大概就是区分为过去、现在与未来。那在当时的那个年代呢，因为这大航海时期有许多的制图，所以当时有留下了许多航海的地图。那我们也可以在里面稍微找到一些台湾的踪迹。那所以在第一个展区呢，我们是介绍1624。那现在的话呢，这个展览主要是要呈现荷兰当代的一个文学家，所以我们在这个展览的外面呢，就是呈现了8位荷兰当代的一个文学家，包括他们最畅销的作者，以及甚至有一位是荷兰的汉学家。那未来呢，其实就是儿童，所以在未来这个展区呢，展出的就是他们的一些亲子的绘本，那以及儿童的文学家。那在这一圈里面，我们也介绍了许多的荷兰当代的一些文学的绘本作家。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台北书展在过去的传统当中，其实主题展这从来没有移展过了哈。那因为今年主题展其实是荷兰展哦，那台南400其实反映的其实是台南跟过去的历史其实跟荷兰有很深厚的关联哦，所以其实是我们有共同交织的历史。然后我们同样是海岛的国家，然后这个重视科技发展的城市，那以及我们共同面对的一个环境永续的问题，我们都认为其实荷兰馆跟台南400有很深的可以彼此对话跟借鉴的这种价值，所以我们特别把它移到总图这边来。那希望对于荷兰这个国家有兴趣的市民朋友，或者对于台南跟荷兰究竟有过什么样的一个交集的民众呢，能够在这段时间到我们的市立图书馆来来看待、来欣赏、来参观我们这个荷兰馆的展览。另外是讲嘅，欢迎收看5月3號嘅中嘉台南電新聞。安平市觀光嘅勝地，每到假日，地方就受到塞車艱苦，所以市府2年前開始規劃跨港大橋，期待疏解舊社區嘅交通。歷經過10擺流標以後，終於決標，總經費高達23.4億，估計112年年底完工。3號上午地方抱着辦喜事嘅心情，共同見證動土儀式，場面相當熱烈。在老底的路過人塞坐墊之下，安平跨港大橋這個地方重大建設，在10擺流標以後，終於要動土啊！3號上午在大橋起點新平路口加西平一街舉辦動土儀式，由內政部政務處長花敬群、市長吳一鐵以及議長許麗麗等貴賓共同上香祈福，期待工程順利地112年底如期如期完工。等到它完工之后，对于交通的这个疏解，从安平区一直到安南区，还有到其他的区域，这个地方的这个交通网的形成就很方便，就减少了很多绕道，减少了很多市区的拥塞。所以说，在施工期间，对于交通冲击少。对于在完工之后，对于交通注意很大，所以我想说这个部分是很值得期待的。但唯一的就是说，因为它工期高达3年半，所以说工期不可谓不长。我们希望说，如果能够提前完工的话，如期如职，那或者是能够提前的话，那对地方帮助更大。
依照图面设计，跨港大桥是横跨安平渔港，伫遮连接旧社区甲安平5期中华区，经过交通改善甲观光的发展，和地方相当期待。不过因为该工程到处流标，工程费嘛对17亿一直增加到23亿外。伫内政部国土管理处的补助甲市府自筹款，总共23.4亿正式启动。尤其今年台南400嘛希望成为安平发展的中心地。这条桥对地方交通的那个重要性，能够把安平、安南、南北的跨港的这样的衔接，对于地区的发展，那真的会是一个强心剂。当然，这就一定要恭喜咱在地乡亲啊！这条桥若起好，咱遮会使办的代志，会使进行的活动，会使做的生意。会使徛起的环境，真正是愈来愈好。虽然工期有44个月，不过因为伫安平旧社区，所以对交通并未造成重大的冲击。当然嘛，希望尽速完工，疏解安平交通并观光。台南新闻军旗采访报道。台南有摆美车单车营运上午的机会嘛引发关心。交通局表示，市府8档编列4亿，预计今年底完成500据点，到目前为止已经超过400站，整个单车的周转率嘛提升不少。根据了解，目前除了市民卡有半价优待，贸易员争取65岁以上的长辈会当比较坐公车免费使用。台南市议员罗坤福上午透过议会保安委员会工作报告加质询时表示，台南市过去的 T-Bike 已经和目前的微笑单车、U-Bike 全面来取代，设置的地点嘛增加。过去 T-Bike 设一站费用要上100万，现在 U-Bike 一站包括建设甲维护营运要5000万，而且营收阁是归对方。询问交通局长是毋是会伤过沉重？进前个这50站呐，一单个要开5000万呐，起码400几站开5000万，当然啦，起码嘛开合嘛。第二个效益是，你拿呢？是安那？为什么过去你用50站开5000万，起码400几站你嘛是开5000万？所以谢谢。我想第二个效益是，路网起来，就是你要多站，大家才愿意去骑。也谢谢一座的这个督导。所以过去我较早咧给您欢迎的时阵，你都无动作一位数啊。所以，因为过去这个是要烧钱嘛，对不对？是。对此，虽然交通局回应，因为建站的速度提升，到目前总共建设436站，预计年底会用完成500站。相对的，整个微笑单车的周转率嘛提升。虽然目前微笑单车提供市民卡半价优惠，不过议员陈义鼎表示，希望65岁以上会用比较坐公车免费。提供中价来骑乘微笑单车。也在议会打算要提案，然后那同时间我也看到蔡玉辉也有提案，所以我们就一起了提了这个案吼，就是说希望说65岁以上的长辈吼，能够鼓励他们来使用，而且能够给他们一些补助，希望65岁以上的长辈继续骑乘这个 U-Bike 能够有前半小时的优惠，然后目前搭公车确实是免费的，是啊，对，那我想长辈可以比照啦。是，我们搭公车那笔是过去一直以来，那因为这个 T-Bike 目前的真的是这个 U-Bike 的优惠是延续原来 T-Bike， 原来 T-Bike 就是市民卡就是半价优惠，这个部分我们再来演绎。我想除了市民卡加中价优惠，另外议员嘛提高雄的社会福利点数的扣点方式，希望台南嘛用借此来扩大使用的范围。对此，交通局回应，社会福利的部分是属社会局，未来会甲社会局来进一步讨论。台南新闻林英根、何超邦采访报道。台南市正兴公园地下停车场对4月底试营运，5月开始收费。目前停车率大约1成左右，原因是地下2楼有验收的缺失，以及地面公园的各种设施也在施工。交通局表示，预计5月底会当完工。不过，真侪议员也是相当欢乐，感谢跳票。位伫中华西路体3用地正兴公园地下停车场，虽然地下1楼已经开放停车收费，不过因为地面公园还搁咧施工，
目前4周围还阁是围篱，对此未少的议员关心振兴公园到底当时才用全部完工。对此，交通局长回应，目前预计是5月底完工。不过，议员沈振东甲陈义丁却是烦恼会跳票。那上面呢还是有滤网，是，还有我们的这个黄色的这个这个就是危险线在这边，请问何时会开批可以做使用？跟你做报告，大概5月底。那现在我们本身工程部分其实已经完成了，那它现在是因为那个美学馆，它跟它周边的那一些有一些排水沟的工程，它委托我们的厂商代办，所以是那一边还在处理。怕开放之后危险，因为未来是通通是连通的，就是可以从美学馆走过来，所以还剩那边的工程在收尾。所以现在的状况就是只有这个水沟，所以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所有的游戏设施的安全检查都已经完成了，差不多了。1月份的时候，1月27号的时候问我们这个交通局是说2024 3月可以来完工开放启用，结果现在报告是写5月会再跳票吗？目前已经 B1 已经开放了。是，我说停车开放啦，对，停车开放，但是整个公园对加上公园，是5月底，5月底啦，这会不会再跳票啊？对目前振兴公园地下1楼开放262个停车位，目前的使用率大约1成左右。不过，同款位置的振兴公园周边的福建路停10倍用地，因为土地是教育部委托出产，议员烦恼。对振兴公园停车场的使用率看来，可能会影响到民间对投资做停车场的意愿。对此，交通局回应，目前有开放农资加千批率，希望会用朝向立体化来经营。目前开放民间自行来提案。台南新闻林根何乔邦采访报道。全国第一座碳中和新世代培育基地立展伫新台甲牌，新台将透过教育加创新科技，发展出对地球更加友善的生活经济模式，同时要甲企业共同落实社会责任。2050年净零转型是台湾的目标，因此教育部补助成功大学建伫碳中和新世代培育基地。整合台南大学、南台科大、昆山科大以及嘉南药理大学科学资源，培育净零转型所需要的专业人才和技术。大家知道，高等教育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人才培育，就是它的社会责任跟高教的公共性。这个基地就是为了因未来环境变迁跟能源问题的一个准备。成功大学这个碳中和基地是聚焦在能源管理、氢能应用、减碳制作、减碳制程、碳捕捉跟这些跟产业转型有关的技术那更重要的，它是吸收我们的大专校业跟产企业的关注能源议题。了排东港三瓜和各界拢高度见证，相信基地除了会替净零转型培育出人才，嘛期待会当跟产业合作，努力落实绿色转型。大家都知道，整个面临转型，其实有几个关键点。当然，第一个是法规的松绑，很重要的就是技术跟人才的培育。那我想这个地方这个基地对技术人才的培育其实是会扮演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这碳中和不是业界的一个问题，所有人类都面临到的问题，所以这个观念一定要落实到所有人类、所有人民。准环境部长潘启明嘛出席，伊认为碳中和产值比半导体更加大，希望这个基地会当替少年人找到新创机会。我们在成大就是要帮下一代世纪的年轻人找到这样的可能性，然后让年轻朋友找到新创的机会，让很多老师的成果能够跟国际的气候金融的发展连结在一起，才能创造更大的机会。目前相关课程有300多人来学习，未来会把专业人才跟技术成果送到业界，带动国内产业绿色转型，共同创造台湾永续发展的优势。台南新闻协会采访报道。高中会考将伫5月18到19两天登场。台南市延平高中的师生由校长杨丽君带队，3号特别前往主分寺来参拜，祈求文殊菩萨保庇考生会考顺利，让考到心目当中的第一志愿。延平高中准备会考学生由校长杨丽君带队
联动校友会理事长吴宗林博士、代工理长吴坤福、资分系主委杨木全等，共同向新民系院庇佑所有考生考试顺利，金榜题名。拜拜讲了什么？跟他说我的地址、姓名跟理想学校。那你觉得今天学校带你来这个拜拜，感觉有放松一点，心情有放松一点。那今天来拜拜的感觉怎么样？心诚则灵。透过信仰的庇佑，可以让我对考试更有信心。我们今天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其实基本上是希望走访我们的社区，希望我们的孩子经由亲自的参与来体会我们传统的文化。那更重要的是他对自己的承诺。那我们也跟孩子说，书还是得自己念，他考试还得自己去考。神明是帮助他稳定自己的心情，守护他的未来。我想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农历4月3日是文殊菩萨圣诞，资分系对来举办一系列祝寿活动。伫圣诞隔天，国历5月11上午6点40，嘛会伫境内举办健走活动，用健康快乐方式来庆祝新年生。伫5月11日在时上午建造文殊菩萨咱关圣佛祖为要庇佑咱大家里面身体健康会当大家万事如意来参加这个建造得到真侪好处，讲身体健康以外，家庭美满互咱地方更加较繁荣地方更加较发展所以欢迎咱全部所有善男信女，咱所有里内里民会当来参与。资分系健走祈福活动，庙方更大声准备了面巾、矿泉水、面包，要来送予报名信众。600个名额差不多拢被报了，目前只剩最后100个名额。资分系欢迎受访的信众免费报名参加。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台南市政府甲台南高雄体育馆合作的南区全民运动中心，不止升级2个体设备，也重新规划活动空间，增加真侪运动的项目，不仅有重训、瑜伽等各种的球类运动，欢迎市民把试营运期间免费入场。3、2、1，请进来。台南市南区全民运动中心正式启用。台南市南区全民运动中心正式揭牌启用。台南市长黄伟体甲侪位贵宾拢共同见证。产官学合作的一个最好的一个例子之一，跟国立台南高商合作把他们这个学生这个使用的范围之外，可以提供给社区民众来作为一个全民运动中心的一个建制。在无影响学生教学的状况之下，台南高商提供体育馆空间，甲地下1楼到2楼等空间重新规划，包括增加激斗区，内面有复合赛事规格擂台。健身房有设置游泳以及动分器材，体验下来整体的感觉都还不错，不管是设施的完善，或者是教练给人的感觉也非常亲切，是会让人想要来这边运动，气氛也很好。营运让市府来挂牌，来提供了我们市民呢有一个更好的一个运动的一个场馆。另外，还有功能性训练教室、兼空中瑜伽教室，甲南区全民运动中心全面升级，以5车机运动空间、亲民的消费模式，满足社区居民的运动需求。台南新闻出版采访报道。根据卫生福利部111年的统计，糖尿病伫个人10大死因已经排名第6。一旦发生较溃疡的合并症，不仅影响到病人生活品质，严重要需要截肢，所以康复照护相当要紧。现在健保署开放糖尿病族2级以上的康复有银离子药疗的给付，希望对患者有帮助。过去健保对银离子康复辅料的给付，只限3度以上的压力性损伤，也就是俗称的褥疮。或者是2度以上的烧烫伤，以及大面积的皮肤损伤，
而糖尿病足顶慢性的空喙并无来给付。不过，对今年5月开始，糖尿病足2级以上的空喙嘛正式纳入给付。如果大约20万以上的糖尿病足患者会用的受惠。糖尿病足在全台湾大概有20-30万人以上，那这些病人的伤口呢，主要都是用自费的方式在使用含银敷料。那从今年的5月1号开始，健保将2级以上的糖尿病足纳入含银敷料的给付，其实对很多的病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福音，因为这样这些病人就可以用健保的方式来使用这些含银敷料，对伤口的照顾来讲是会非常有帮助的。第1级大概就是脚上有伤口，那第2级一样是有伤口，但是第2级以上的伤口呢，它是已经侵犯到全层，有时候已经进入到筋膜层。也就是说，我们只要是伤口已经是全层皮肤的损伤，有一个甚至筋膜层跟一些皮下组织的外露的时候，就已经算是2级以上了。这一类的病人就可以使用含银敷料来做伤口的照顾。该政策不但让真济经济无法度负担的病人会用得到充足的协助，另外基美病院配合健保局推动空喙外诊的服务。对民国111年10月到现在，已经服务36人次。而加入的长期照护或者是养护中心，去年有8间，今年嘛阁增加1间，希望提供慢性空喙照护上好的健康服务。台南新闻林根何乔邦采访报道。为了打造莲池潭成为国际观光的焦点，高雄市特别增设中文、英文甲日语3个语言导览故事墙，要让来遮的观光客透过故事墙了解当地特有的人文风情。而设立以后，确实嘛得到国内外观光客好评。高雄莲池潭的龙虎塔是许多外国旅客喜爱拍照打卡的亮点之一。然而，龙虎塔因为结构补强工程而无法以完整样貌呈现，让旅客感到相当可惜。不過，为了让游客不虚此行，高雄市观光局加入了多语言的故事墙，让游客能了解当地的文化背景，玩得更尽兴。助かります。日本語で書いてあるとすぐ読めて、ね、せっかく来たところのことが理解できて嬉しいです。当地的里长与居民都肯定故事墙的设计，认为对于观光发展有正面的效果，同时也希望这样的概念能够延续到龙虎塔修建完毕后，继续在当地留存。尤其是外来客，日本啦、澳洲啦，还有越南、印尼的，他们对这个评语都不错。因为单独如果只有用我们中语的哈，可能他们不了解。我希望这个多语言的说明介绍可以保存下来，不用是因为配合在龙虎塔在整修，然后事后完了再把它废掉。希望观光局能继续保持下去。现在用这个，我觉得看起来还算蛮不错的。小孩子以前时常来，那今天看到这样，他就会停下来看了。哎呀，对，还算很不错。因为我时常带他过来，就会遇到一些国外的那个观光旅客啊，过来这里啊，就走啊、看啊，嘿呀，现在都这个就是让他们都一个了解。不然他们走过去、走回去就而已啊。除了故事墙之外，龙虎塔到春秋阁之间原本的木栈道因为老旧而拆除，改建为清水的景观步道。观光局也利用植栽将人行道与自行车道区分，兼顾行人与自行车族的安全，提升观光的舒适度。这是木栈道，后来它设计成那个清水公园、清水步道，跟人车可以分开，给观光客啦、自行的。健走的那个散步的比较安全。为了让造访莲池潭的观光客能有更好的体验，高雄市观光局也会与地方继续建设，打造莲潭地区独特的人文风貌，持续吸引观光客来访。记者朱敬伟、周福庆高雄报道。感谢收看5月3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